继续来看台中有一个建商集团，伫台北的中山区推动着11万坪大都更的计划，未少人好奇，明明是伫中部起家的建设公司，为什么会甲开发重心放伫咧台北市的都更案呢？最近建设集团的董事长罗正义讲，因为这几年来，除了湘北市之外，其他全台湾各地厝价拢起大约3倍。伊讲伊伫咧帮第三界走跳50档路，这种的厝价参伊嘛无法度接受。工地人员无形处处一级，伫咧吉林路和龙安街口的都更建案是有名的建设公司，伫咧中山区推动全台湾上大棚都更计划起点，预计下过40条街11万坪土地。不过明明是中部起家的建设公司，现在伫咧北市推动都更案。双北宜兰突然涨了大概3倍左右，300%。台北市双北大概这一波只涨了30%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房价，我自己都觉得不能接受。罗正义评估全台湾房价差不多拢起3倍宽，代表也用3-4倍计小买土地，预售厝含起货计小，嘛要翻倍起这回本。以台中为例，即嘛每平上少卖到60-70万，这房价伊家己嘛看不出，认为风险受悬。双北来讲的话呢，虽然它土地价格一直都很贵哦，不过它这几年的涨幅是相对的趋缓哦，因此对建商来说呢，换算过来的这个房地产的价值呢，其实相对的保值。成本降袂落来，建商派出手，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继续指出，未来给炒房地产的政策。罗正义认为，在咧政府压制房市政策之下，房地产的政策半整期，市中心外围所在有机会降15%。房价会这么高，是来自于这个土地的成本大幅上涨啊，所以我预估。政府的打房政策之后，现在的土地成本应该会下滑才对了。台湾几家惊倒人的房价都含建设当做罗正义嘛挡袂牢，就看央行定的打房政策敢会应效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